湊黑衣養明嚟啦，湊黑衣養明啦，去睇下我花槽。好多人想我翻澳門救澳門，去拯救澳門。好多人想余一鳴翻澳門，等余一鳴去拯救澳門，等我去拯救澳門。但係其實我喺香港一樣可以救到澳門嘅，就唔使翻澳門嘅。好似如果你救老婆要去到老婆身邊先救到老婆，咁你唔使救噶啦，你永遠都去唔到老婆身邊嘅。啊，好多人有失業嘅問題，想我幫佢解決。只要我做咗特首，我做咗警察，做咗同埋唔係警察，做咗特首，做咗香港警察，我一定幫你解決呢個失業嘅問題。啊，因為我做咗特首，每年每人派30萬，係30萬，每人都有30萬，每年都有。再做咗特首，做咗香港警察就可以保你有份工，做咗特首就保你每年都有30萬。啊，翻工又得，唔翻又得，到時候。翻工又30萬，唔翻工又30萬，到時你自己揀咯。好多人想我翻澳門救澳門，我喺香港一樣救到澳門噶，唔使翻澳門都救到澳門噶。啊，好多人想問我有一份工，其實只要我做咗特首，我包你有工做。我做咗特首，失業率係0啊，我敢擔保。呢個只要想就業嘅人，就一定有工翻，一定有工做，一定有糧出。合乎最高標準嘅出糧條件，啊，3萬蚊，3萬蚊，合乎最高標準嘅出糧條件，低過3萬蚊嘅工係唔存在嘅。到時係冇價格追上你嗰個薪金嘅話，我以前咧就讀經濟嘅，我讀經濟學嘅，保證所有物價唔會有通脹，唔會追得上你嘅薪酬。你永遠都係一個皇帝嚟，一家之主一個人做嘢就夠養晒全家，一家之主有5萬蚊一個月。一家之主有5萬蚊一個月。有好多嘢唔使講啊！就好似我唔喺澳門，喺香港一樣贏到澳門警察一樣啫嘛。我喺香港你一樣照贏警察，因為香港警察係我嚟，呢度啲其他都係警察，我照贏警察，唔使同警察糾纏噶，接觸噶，贏警察就贏警察。啊！我唔喺澳門一樣贏到澳門警察，我余一鳴。嗱，余一鳴喺香港一樣照贏到警察，真係好想知警察嘅定義係咩嚟？警察定義就係你冇實際嘅行動，只要講嘢你都會坐監。我有朋友試過，我自己都試過。你冇實際嘅行動，任何行動都冇，你講嘢照坐監。呢個就係警察嘅跌分嘅定義嚟啦。警察係一班仆街嚟，係一班食屎狗。警察食屎飲料含塵，警察食屎飲料含塵，警察食屎飲料含塵，警察食屎飲料含塵。我發覺我自己有創傷後遺症，俾警察捉得多，坐得監多，入得醫院多有創傷後遺症，入得醫院多，坐得監多，俾警察捉得多有創傷後遺症。咩 CDST 定乜鬼啊 ？DDST 嗰啲咁嘢，好掛住啊！我以前揸的士識得一班的士嘅朋友，好掛住佢哋。雖然大家可能一面之交就見個面啦，或者講過2、3句嘢，食支煙咁樣，都掛住佢哋的士嘅朋友，澳門的士嘅朋友。
我睇下我啲植物啦。而家玩緊植物大戰警察啊！余一鳴啊，植物大戰警察。而家係玩緊余一鳴植物大戰警察。我啲植物咧就會打到啲警察甩頭甩手甩腳咁樣，好似植物大戰僵屍咁。啲警察係僵屍嚟嘅，啊！佢哋根本係唔停得，不停係咁捉鳩啲人去監獄度。你有冇成班就玩鳩人哋個仔，玩鳩人哋個女啊，玩鳩人哋阿爸，玩鳩人哋阿媽，捉鳩啲人？捉鳩啲想揾快錢咯，貪心嘅人去坐監跟住你如果係吸毒啊，或者捉鳩你去精神病院度。我以前都唔知吸毒會捉鳩去精神病院度嘅。如果我知嘅話，我諗我唔吸毒嘅。以前唔知咪吸咯，跟住捉咗去精神病院，我而家後悔啦。但係冇得翻轉頭，中咗文槍塔，警察有文槍塔嘅，一寫你翻落去精神病，剔咗你 TAG， 剔咗你咧，你以後係精神病。到時去到邊度同人嘈咧，你都入精神病院嘅。嗱，你都唔使同人嘈噶啦，你唔使同人講道理啊，或者伸張自己嘅權益啊，你都唔使噶啦。如果唔係你係入醫院啦，咁樣咯，啲創傷後遺症。翻嚟咯，錄個第二段先。拜拜，蔡阿姨，我係蔡阿姨啊，拜拜，蔡阿姨，拜拜，蔡阿姨。